他对手是来自天津万通文武学校的红方选手努尔德别克，年龄21岁，身高1.85米，体重70公斤 ，MMA 综合格斗战绩5战4胜1负。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红方选手努尔德别克。本场比赛场上裁判袁琦。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收看的是2016大成武艺中国 MMA 综合格斗职业联赛第1季锦州站的比赛现场。现在进行的是男子70公斤级第2场第1回合的较量。现在场上进行的是第1回合的较量，都是70公斤级的选手。蓝方选手是沙一兰，红方选手是努尔德别克。看到以后呢，作为沙一兰呢，他刚才是一个向前的贴身，把对手撂倒在地。因为他的这个身材呢，跟对方如果持续的站立格斗呢，是不是最好的选择？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蓝方选手沙一兰呢使用了裸脚的技法，降服了对手，取得了胜利。看看今天会用到哪些技法？能不能重演昨天的辉煌呢？我们可以期待。红方选手呢，他这个身材方面有一定优势，而且他的本力也比较的雄厚，所以在这种制服过程中呢，确实也是给蓝方选手啊制造了一些难题。一个横向体位，我们看到这种控制呢，能不能够完成一个齐正，或者是对关节制服呢创造一个好的条件。现在有这个意图啊，看能不能做这个断头。体位方面呢，它不是非常的适合，要做转体。这红方选手呢，也尽量做团身，现在做一些体位的变化。现在做了一个锁技。所以红选手呢，现在面临考验，看行不行。场这边在提示他，看能不能坚持。没有能够得手。他现在在体位上做一些变化调整之后啊，再继续第2轮的这种控制。好，挣脱了。开局以后呢，我们看到作为蓝方选手沙一兰，他还占据了上风。
现在打的比较的从容，他基本上呢对场上的这个局面控制还是得心应手的。让我们记住他的名字啊，南方选手沙一兰。手可以松了的开了，手松了可以打着了，可以打击了。对，发笼子。红方选手啊，他面对刚才对方几次致命的这种锁击威胁，他还是成功的进行了一些解脱。到目前为止呢，他还是坚持到了这个回合的一个顺畅的进行。对方连续进攻，连续威胁，不给自己对手喘息的机会。一个肩底动作，这是一个小动作，但是呢，对对方的这个下颚的这种压力啊，还是可以体现出来啊，这种压力是非常的关键。作为下方选手呢，他现在面临的是连续的、重重的、不断的这种压力。把你的右腿跑了，两个左腿，做些腿部发力。对了。逃脱的果断一些。对了，砸击沙一兰，右肘砸的，对，再砸。现在从整个态势上看呢，居于下方的红方选手他还显得是比较的被动，还是有点消极。尤其他这个动作反应啊，缺乏一些爆发力。2次了那样都沙一兰。双方选手还在寻找机会。如果有点时空的意识概念的话呢，现在作为下方选手，他还是要把这个时间稍微的稳住阵脚，耗一耗，因为现在这还有40几秒。是的。如果经过局间休息之后，战术上做些调整，会可能相对有利一点。否则的话，这种被动局面呢，对他来讲是能不能够坚持到底，确实是一个难题。砸击！看看最后还有没有机会，还有20秒的时间。红边领对了，还差那么点儿。像这种僵持呢，实际上对下方选手还是有利的，因为他体能比较充沛。对了，砸呀！倒计时10秒。你那个没有砸的，那个控制没有砸的。我们看到在下方选手还反复的用膝撞，逃出来了。第一回合结束。这回合时间到。您现在看到的是男子70公斤级第2场第2回合的较量。这些蓝方选手是沙一兰，红方选手是努尔德贝克。在前面回合较量中啊，我们看到是沙一兰是占据了上风，他在这个比赛中表现的积极主动，而且他的招法呢是招招致命，给自己的对手制造了非常多的麻烦，使自己对手几次陷入险境。只是这个时间帮助了自己对手逃脱了困境。这个回合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
各自会有一些什么调整，这个非常有看点，我们呢给予关注。高边，红方选手可以放手一搏。根据资料显示呢，红方选手还有一个绰号叫哈萨克勇士，希望呢他能像他的绰号一样越战越勇。前面回合中啊，我们看到南方选手体能消耗有些大，所以他在这个回合中呢，在前一段时间这么将近1分钟的时间呢，他要进行一些这种调整。在思路上呢，也要做一些什么变化。拿起来开了，进了。看来这个小动作呀，红方选手的反应还是非常快。刚才呢，对方有个下拳，说他刚才有一个冲天炮，一个上勾拳。开了啊！现在要求双方呢都回到一个不同的。1 point。现在是吹了蓝方选手呢比赛消极。这双方都被压点了。1 point。1 point。1 point。消极比赛各扣了1点。这种处罚呢会连带到他们以后的这个比赛。应该说呢还是有点得不偿失了。好，比赛继续。规则的制定呢要求呢能够促进比赛中的这种激烈和技术的有效发挥。好的，机会。撂倒在地，果然身手了得。这个沙依兰呢，他这个教法呀，教劲儿，用的确实是炉火纯青。场上裁判的提示，不要呢用头去蹭对方的眼角。这种比赛我们看起来拼的是非常的凶猛，但是呢，规则的要求还是非常细致，确保运动员的安全和技术动作的规范。是的。注意3脚了，对了，跑，对了啊，不错，控制砸击，又上去了。还在找机会。蹬腿，沙依兰蹬腿。一个勾腿，我们看到是一个德和勾腿。现在做这个断头啊，我们看会不会得手呢？推得快，对方手摘篮。红方选手还在努力的挣脱。看他手臂啊，一只手臂被对方有一个控制，所以他想摆脱呢，确实是还是破敌乏术，手段不够。看他能否坚持住。对方双手的这种扣盘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快有了。需要意志品质。双方都极尽全力。拍了，没有能够坚持住啊。下面宣布比赛结果：男子70公斤级半决赛的最终结果为，来自天津万通文武学校的红方选手努尔德别克使用手臂三角锁技法降服获胜。